望落乾淨，其實暗藏邋遢。呢度空氣聞落清新，其實充滿污染物。你有冇諗過，無論室外定係室內，空氣污染問題一樣咁嚴重？香港空氣污染問題嚴重，最近有調查發現，接近80%香港人都唔滿意室內空氣質素，主要都係因為多塵、有異味同埋霉菌問題。而研究當中亦發現，部分室內空氣嘅懸浮粒子數量已經超出世界衛生組織標準。呢度，仲有呢度，呢啲通通都係室內空氣污染嘅源頭，我哋每日吸埋都唔少噶。好似呢間屋咁，四圍都放滿嘢，平時撻爐煮嘢食，用消毒用品清潔嘅時候，其實都係製造緊室內空氣污染物。加上屋內長時間都唔開窗，小朋友同長者嘅健康都好易出問題。咁本身因為屋企附近有醫院同埋有間洗衣房，咁其實塵真係比較多嘅。咁同埋屋企本身有煮飯嘅習慣，咁油煙呢樣嘢平時都會比較大陣味喺屋企。自己有咗啦，小朋友出咗世，咁都希望屋企嘅空氣嗰個質素都會好啲，咁令到佢哋病少啲，同埋本身屋企人都有啲鼻敏感嘅，咁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啲生活咁樣咯。而家市面上有啲空氣清新機，會用3層濾網過濾空氣入邊嘅污染物，有埋提示燈話你知空氣素質。紅燈代表空氣污濁，而綠燈就代表乾淨啦。另外有啲仲會有埋提示，提醒你夠鐘清潔濾網，咁就唔怕用耐咗污糟都唔知啦。加上空氣清新機通常都會有潔淨空氣量嘅指數，數字越高就代表潔淨空氣能力越高，空氣淨化咗，成個生活質素都改善埋。覺得成間屋企都乾爽咗，油煙味會少咗，同埋都冇咁笠咯。其實塵都係真係少咗嘅。本身屋企人鼻敏感會有少少啦，咁都覺得佢哋打乞嗤都少咗，同埋 BB 係瞓得好咗嘅。俾多個 tips 大家，空氣清新機擺放嘅位置都好重要㗎，最好就靠牆擺，咁空氣就對流得好啲啦。